对古早到现在，上帝写换过一切永恒的故事，今日写出咱伫深沉黑暗中有光发出的应允。这就是看袂到的上帝，正做看会到的形象。伊就是活命，这个活命就是世间人的真光。就是迄位伫万米也未创造以前就伫地，却正做辅助的鞋仔为咱出世的主。永活的道，伫你无黑暗，你的真光对别人的美妙灿烂闪烁，上帝国度担要临到伫咱啊！是靠我。